全国第1名，就都一家之主。场外的尖叫声好大！但是那一规动站掉诶，从头是都迷耶。哎，真的哦。唔是，佢是猪就好食。用蛋豆腐干炒肉丝，就跟他们一样，又香又辣。你上白做俩套出係馬嘅時間。去年的禮拜5。該款係乜嘅款啊？也係嘅綜合粉。綜合粉，永和的旁邊嘛。全國冠軍嘅料理，2年唔是都點好一排隊，太氣噶，都死你都！各家小炒都這麼會噴嗎？那是第一名的特別厲害，第1名的特別舞動奇蹟啊！ 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中白票啊！來到全新的一季，有沒有感覺到全新的氣象？嘿，我變得好瘦哦！哎，有嗎？沒有，看不出來哦。冇。哇，你今年嘅衫褲做到動相哦。嘿，音效下的。哇，今年來到2片呢。對，我們來到竹東嘅協田宮。 大新竹地區有了前日嘅料理牛面，剛才就講到今年全新的一季哦，哎，連師傅哦，免 upgrade 了一等哦。真嘅呢，哎，你睇哦，師傅經過1年嘅進化跟蛻變過後，現在已經變做係做講全國第1名，就都一家之主。哦，清楚，太厲害，而且是真的，全國第1名客家料理冠軍，歡迎到阿謝林師傅。大家好，場外的尖叫聲好大！哎呦，阿謝林哦，因為安榮很強動你咯。他現在已經變我乾媽了。他的 schedule 已經排到2038。然後你講公年剛剛真嘅係朱文唔到畢業。係啦，撒哈來哦。看他的黑眼圈多重，沒有休息。那個不是煙燻妝。沒有。哦，撒哈來翻到咱隨後今年有青玉鳳師傅未動然刀來，中看。大家好，大家好。你只有用懂眼刀了，動然刀。對啊，來再想一個形容。從一個帥哥的口中講說動然刀，應該是非常高嘅一個標準啊。因為呢，今年嘅全新的一季哦，你呢，整年都上2季嘅時間，4分多年上來報名。故說呢，新的一季你有全新的挑戰，比較怕講你一下來到新竹，就可以分享到無窮樣鄉鎮嘅人來進行一個 PK 賽。啊，今年會分享到係咪厲害咯？誒，哪一個市區的呢？馬上呢就會分享到我哋鳳吹嘅潛水站，來自於新竹市嘅分享到金鳳記老小妹子。歡迎！大家好。有冇做到安辣咯？很辣哦！好，撒下來哦，咱除咗分享到係媽媽老妹嘅強項，柳水妹老椒飯椒。大家好呀！哦，很熟更熟哦。鳳水呢來自新竹市嘛，哈，係啊，新竹市呀，特別有乜嘅貼片做老太小新竹市哦，有18間山哈，當有名，喺台界四面八方嘅世外桃源。哦，真嘅呢。還有城隍廟啊，然後城隍廟那些小吃啊，對，大家都懂歐諾，對，懂歐諾就是遠近馳名呐。哦，這個來到新竹市嘅時間，不用想，也不用 Google， 一聽馬上都前面都有料嘅，一個寬醬嘅做得老料，一個好食嘅素餐，而且香港兩三咩3個版嘅嗬。古人看叫我通過今年來挑戰，我來好好做料理嗬。好，阿家下講到先嘛。喂呦，哎呦，這是竹東很有名的市場裡面的隱藏版美食，每天都限量的麻油雞飯哦。哇，太靚了呀！呢條兩湯牛尾啲，幾水後是麻油雞嘅呀。對，來，真係濃針的喂。誒，你紹介一下，你還有買貼片的蔬菜嗎？爺爺麻油啊，會熊啊，唐員工喊他的特選的麻油啊，不會上火，很暖身，很暖身。大家分享一下有好食嗎？有好食哈，有東河蟹，味道啊那些都很好，很入味，就是米香、麻油香那些，真的很有特色。米啦，它這個米吼，哎，懂 Q 的哈。對，哎，雪玲姐，請給分。 98分了，哎呦，就對他來講98係凍過誒。哎，真嘅，好啦。所以來到竹東吼，咪做啲去簽日兩隻吼，凍好食嘅麻油雞盤。如果呢，三下來就真嘅競爭咯，睇新竹 T 期嘅 PK 賽，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挑戰。料理大屌絲，大家屋企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
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低度，用带来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战斗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面试会较上瘾呢？一家之主跳下来打斗士咯。好了，到亚冠低度呢，国家唔但只要拿出人嘅真功夫，亚冠毕业很嘛干啲么，很较层层的一些咧。 料理的灵魂呐！我前刚讲的有错吼，上下来亚冠呢，睇起来唔但只要拿出真本的，还甲拿出人嘅料理魂出来，厨师魂拿出来哦。看一看风水哦，给没带来了吗？给香辣豆干。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密武器，这传来一本，大家看一下哈。做得起学吗？做得，这样拿，做得。下座位吗？系这个座位。好香哦！不一样哦。嗯。有个米头冻沾到。哎呦，好入味哦。嗯。哎，其实不是做料理的，蛋肠是不是冻好些的？但是那一龟冻沾到诶，从头是豆米耶。哎，真的哦。不是，还是猪就好食。所以当零嘴啦，啊，食了很香而鲜。真的，已經留記2-3年份，變到係豆腐乾地度誒。唔講你叫咩帶來嘅菜名都嘛解。香辣豆腐乾炒肉絲，就跟他們一樣，又香又辣。你睇落菜嘅時嘅豆腐乾嘛，哈。對。好，啊，看一下咱最後帶來個，哦，涼風風嘅係嘛解？紅莒薑，走馬薑，你睇走馬薑做得本睇下 P 一下嗎？啊，因為我覺得一個走馬薑哦，厲害嘅蔬菜食得多，佢 P 嘅時之後有個層層的酒香味。啊，本身佢就用酒叫嘅，它當然有酒香味啊。P 款，等陣的，哦，好香哦，又醉咧哈，醉咧哈，醉了。係啊。 一闻就会醉。哎呦，哎，你做唔得大槍聲嘛？做得啦，做得啦。謝玲姐有本去拼一下哈。今日做親像有餅酒餅誒，有餅酒餅，伊發咧，哦，等我較水，迄無餅酒餅誒較嫩，懂冇？哦，學體語嘅吼，了解書之後就不禁納悶吼，佢哋帶來嘅菜名係乜嘅？ 走馬有蟲炒板條，炒板條哇，板條哎呦，好鮮吼，好鮮，一下一下。OK， 好，既然楊偉發兩喙都已經拿出人嘅秘密武器嘅，睇自家有信心冇啊？有。比賽馬上來倒數3、2、1，將開始。哦，開始倒菜咯。 哎，我吃到咁樣真嘅冇簡單呢，因為啊吼，哎，你講你要出料理，而畢業係靈魂。我覺得一個原則係嘛，你冇，你不要動手。應該就冇。我來這邊動手。來，然後聽數，你哋先備料吼，你呀用乜嘅精呐？係了，鹽巴就多啲咧。哦，我จิ้住暗布啊。 唔係用酒浸嘅啊？唔係，鹽水咩做得啦？鹽水就做得。對啦，誒你要加到較澎湃啊，哦要落토마토，要落太下個一般來講用下鹽比較強啲嘛，下鹽比較強啲。係要。哦，可能我用幾多嘅，切幾多嘅哦。係啊。哦，就是全部按落嚟。對怕。剛頭前時你有講到亞冠地度，我畢業係料理粉。 你知道你們兩位，你們最主要嘅料理粉係乜嘅最想念嘅素材？你們的信念係乜嘅？哎，信念哦，是想講，你喺豆腐乾啊哈，啊用滷過再去炒，炒就有個特色啊。因老嘅過程已經留下滿滿的靈魂，用咗老嘅地度，因為老當叫嘅時間。係啊，啊，先來看一下咱水嘅做菜料理靈魂，好不好？再同解片咯哈。 需要孤單哦。哇！你下做到哪一片呢？咁咪噶？牛絲。牛會炒板條噶做嗎？本身是美濃的客家人。嚇！真的？美濃誒？加過來，跟人家講嘅客家話已經，你講南部腔哦。係南部腔。美濃的名產就是板條。對，佢好煮板條。那怎麼會想說，誒，做得加落去該做嗎咧？因為按你做嘛，哈，佢營養。 養生，養生。所以應該板條要通過直接炒。直接炒。哦。唔過我先用安尼香油或麻油哈，介意安尼用一下燜鹽控下都好。等下先炒乜嘅東西？先炒。先不要香係嗎？先不要香。
所以特别行黑睇起来会发现到客家人比香的香料、香米的类型都差不多。这就是正经的客家米。蒜头啦、香菇啊、虾米啊。所以哈，布卡迪杜黑公母不用要的早料一发，应该就没有客家魂，你应该没有吧？因为你家都是放干贝啊、炒虾啊，有吗？动头的啊！你们要这么说，我也是没办法。该一口吗？昨天那过来俩。好啦，安妮姐过来给大家片哦哈。好，好香。哦，你睇通嘛嘅？卷菜，卷菜，唔是健壮啦，甜甜的啦。一步步慢慢的来。为什么到那里？哎，你都起到街了啊！因為我上個去到吼兩家美女東翁啊，怎麼辦？問一下啦，記得準備嘅東西按到誒，不過唔係全部切個。辣椒沒有呀？誒，辣椒唔是嘅嘛？辣椒有一點點那個。哦。因為一點點已經第4條啦。我拿有味啊。因為我一三一做在底下炒啊。我嗎？哦，你係啊。對。一三一做在底下炒嘛，一三一切。來。要嘛該？還有嘛該？我要醬油。調油誒，調油包凍特別哈，小玲。哦，用哈。我是一般都有嘛？有，調油香有。好，先幫你炒一下啦。那個孔蓋片，那個看一下咱出嚟。好，來。有都有皮都也很香哦，真的。香嘛該？你什麼東西？有那呀，演猪味啊，那香味飄過來，飄到你這邊的是嗎？你一下款 Andy 會飄過去了，打開了不大家看。哇！你送白做兩套菜係嘛個區間，Q 年的禮拜五，你剛剛是都會給就是我們的靈魂的香氣，靈魂的香味啊！哎呦，你吃到他靈魂了。也有，我們也有香味，趕快翻過去。現在炒料啦，這炒兩片的炒包攏凍特別哈。啊，板條同好你冇？係，等下尾後會香空下來。你下下呀？空下來。會聽見嗎？唔會啦，唔會啦。我們也很香誒，我們也很香。香菇跟什麼蒜頭？哦，好，我先。今日嘅東西。靈魂，係靈魂之一是頭咧。不過就加調油果，沒就加做麻醬，這兩個算是好朋友。提色，走得做好朋友啦。比例啦，比例當中要啦。你用翕嘅係啊？係翕下嗰油米啊，你嗰油高麗菜啦，哈，不經嫩啊。哦，原來剛才係提醒一下。我那個水味變下香啊，係嘛？係啊哈，我哋先控雞片好嗎？哇，啊係香哦！哎呦，發到必報哦！有放假落去就錯嘅啦。係啦，應該下家係烏雞發烏掉都可以，都可以。太香啊，比較香。哎呦，家下係馬莎擺盤誒。要拍好料，吼，關起咯。可以了，可以了。安時候咧啊，一點點。嘛噶，鹽巴給我。太姐，你要吃一下米頭冇？你只係表米酒嗎？加米酒冇？係嗎？要，會火嗎？安時候咧，安時差唔多咧，嗬。對，差唔多咧，一點點那個糖給我，糖一點點。啊，該下講幾時表？下講加下兩表。哦，加下表。加下表。對。好，我哋都先控雞片咯，哈。這邊差唔多。差唔多咧，哈。因為其他成一來就好嘅，哈。好。哇。有熱小麵嘛？哇。色香味俱全。色香味嗎？咋個都係料理的靈魂嘛，哈。對，那好了，我要先把火關掉。哦。怎麼個關火？安尼香味上，因為紅酒吼，安尼佢會上冇。油香味就唔會走體啦，哈。好菌，係啊，好菌。哇！哎，等下太姐，我吃米頭冇啊？去看了嗎？你要吃一下米頭冇？係嗎？我發現你都冇吃米頭誒。應該。唔是，安用問號咧，你送白做兩套菜係嘛個區間？Q 年的禮拜五。比例差唔多啦。差唔多。用看呢？用看。那我們要倒數嘍。好，時間差唔多了。馬上來倒數嘍。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吃看那兩木卡嘅好米絲。哇！
一個風吹佬、南吹一個料理呢，看起來兩家嘅靈魂都要帶出來。係啊，大家都一看到就啊，有一種靈魂感，這樣。靈魂感是什麼？老嘅豆腐乾，老嘅做麻醬啦，冇強啦，國家嘅美食係冇強咯。而且擺盤咩係一個靈魂所在哦。你看啊，擺盤去講嘅大氣。誒，你嘅配色咪冇強咯哦。好嘞，莎莎馬上嚟試試看啊。頭媽都係自家種嘅冇？嘿，真嘅啊！靈魂就係啲。有問你就是。那個有機番茄。也有 logo 嘅豆腐乾啊，過去留佢白炒過後。真嘅係無強用層次嘅嗰種靈魂然後香味，老家大槍是無強用。誒，真嘅有 logo 嘅，但米絲好重。這有滿意嗎？有，當好食，當好食吼。有像人平常時做嘅麵湯嗎？有吼，有做到人家標準啊吼，靈魂要帶出來。啊，咱水吃到咧？豆腐乾幾好食。鬼好食哈！豆腐乾鬼香，因為你剛剛吃到一個就是我們的靈魂的香氣，靈魂的香味啊！哎呦，你吃到它靈魂了。啊，不然榴蓮你吃到咧？都有入味哈，很好吃。啊，你最好選哪一種？你最喜歡吃哪一種的？豆乾。哎，真的，台家圈凍好選，你都有做嘅料理靈魂。真嘅，因為這豆腐乾老一般大槍用標嘅，真嘅冇強用 logo 啊。好，大家來學看吼，用做媽做嘅炒板條。睇起來有試過一個落佐麻去落去炒嘅板條嗎？其實講起來樣，你一雙係提出白嘅。有 Q 彈嗎？有，還有個做媽嘅味好，都好食咧，甜甜嘅。又香，香。個椒味唔係好重哦，嘟嘟好。謝謝。風吹太子吃到南吹做嘅樣板，好食。還椒味凍好，椒味凍，嘿，好香。伊實在上好食。真嘅，唔過好也個做嘛呢，真嘅就會亮出來靈魂。因為也嘟嘟好嘅味道，因為剛板條嘅話，一般來講都係鹹嘅，攞一些做嘛有酒香，溜溜一些甜味啊，這都沾到。雖然講係靈魂哦，咁講咧吃到係每半支嗆嚼嘅，它的味道還是非常的清爽。冇錯。好啦，馬上呢就要來到競爭嘅時間。人家講哦，一個靈魂嘅重量哦，最難來評分呢。所以呢，呢時間，有兩個難題呢，還搞不完你嘅評審欣賞。馬上先來請謝林師傅評出呀靈魂嘅重量，搶分數。哎，太冷水！哇！好，大家來看一下阿鳳哥金有鳳搶分數。劉鳳。噔噔噔噔！這是結婚的聲音，不好意思。你們看佢兩三年幾有誠意耶！豆腐乾啊，一個豆腐乾，到底唔做唔得難，一個長骨乾。幾有退時功夫咧？困難係佢緊張啦，真然係緊張，因為佢嗬真然冇逼到啊。佢啲創意，當有創意唔可以查，好食。你啲不卡住一天當好食，錯冇？好，啊做嘛本要。加分呢？做嘛有問題哦？開頭要真要有表香，前邊有表前面香菇肉有表到。咋個咧？阿鳳哥，你說咧，你講看啊咧，你咩講最用神？頭媽都不是你的愛嗎？而且有茄紅素對男美女愛咯。咁講，我根本唔係偏解頭媽凍，你鹹白咪做一炒，豬肉是豬肉先煸過以後，稱一稱煸下，落去炒，從街圈出來炒，唔好用糖嘅，就炒落去炒，幾個味道我全部出到街，是凍雜的客家小炒。經驗嘛，哈。唔，互相交流。我冇本嚟一片，佢係有創意啊，我加做媽落去炒。佢梅頭要挑到度好安樣嘅啦，是正差到安樣，兩片都做到當好啦。等一下還有第二關，芥末甜蒜魚，修煉一下。對，謙虛。哦，唔過我風吹也不用氣餒，因為呢而家太清也咩按水你嘅豆腐乾，整件老料當好食啊！好食。太清啊，呢先溜溜去看下，大家多出來時間了，看一下佢哋謝林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我來教大家咧。日出太菜。來到嘅亞冠人都日出太菜哦，中上高價100咯。哎呦！
才是啊！曾经嘿啊，谢玲姐呢得到也给全国冠军过后，T100，你做高老几个见面，因为佢他曾经 schedule 当年咩，啊当讲讲基本上佢阿老佢唔會來做評審的呢。係啊，對啊，很可惜咯。我說你今日帶來兩個愛來出嚟睇吹，該不會就是全國第1名了吧？係啊，客家草牛，草牛種，報稱種。今日哪裏做種哦？係，我比賽跟因咪係報做種咧。所以大家都幸福嘅哦，做啲學到嗬，打挑命嘅才智外，可是我覺得今日我們要來思考一下，你要用得到全國冠軍，你現在要把你的秘密全部供出來嗎？所以待會我們中間會有一段大家閉眼10秒鐘，那就是黑畫面。唔會啦，做得講嗎？做得講啊呀，做唔得講。啊你啊，做太監人炒嘅素飯無強樣，米絲無強樣，安尼點點啊，做素飯都難學哦。還好啦，做看下安尼標食材噶哈。啊，食材咯，其他音樂嘛正差冇。看定能用做就做得。係啊，看定係做唔做會做嘅啊。怎麼可能？當簡單，當會夾夾出題材啊。哦，好。啊，食材就到大家就買正差。冇正差強樣嘅係豬肉，你一同好係五花肉，你係去皮，你係用嘅豆腐乾。你要3樣切丁，等下一樣煸，煸好，擔強下，啊將來煸你一樣，老皮切呐，糖果嘅係冇？冇糖果呢，水果切好來，切油油啊，切強樣丁狀哈，你全部食材做啲啲，大家冇乜嘅嘢，番薯麥你卷菜、葱咧，風葱頭、蒜頭、油蔥酥、辣椒啊，胡椒、調油，好 ，OK， 馬上就有可能。最關鍵的行係書法的部分，鼓手各位姐姐學起來。今日好不會班呢？睇起來都做好到全國第1名嘅比咩咯。不過我覺得哈，因為阿謝師傅給做料理的時候，他是有那個信念的，要做出養媽媽的米頭。媽媽是凍好，就是無所不能的米頭啊。對，咁嘛嘅會分兩幕啊？客家啊，因為夾出題材啊，我底下先煸涼，我啷講？等下你攞飯嗬，真好咧，你啲攞飯你做得下煮頭慳嘅嗬，就煸一鑊全鑊嘅地圖紅脆。攞飯呢，你就1比1嘅比例去脆，1比1嘅比例去脆，一碗米一碗嘅水去洗米洗好就煸落去蒸，你等下食家下你就像係每客種咧，你就用一張馬碗嘅碗。煸落去，將切吧，做那啲炒肉就啲冇蛋白就好咧。不錯，你剛才講比較強都客家料理的用當蔥油，不過油也很重要。用豬油，我啲豆腐乾，我要煸一啲啲鹽，等下就唔會冇味先。哦，我啲豆腐乾要煸到了，靚，係金黃色，我就做得煸靚。其實佢做得了去咯，人我長時間我就煸落去，嚇。cái地位度要用還有用到下音。哦。還有嗎？問題嗎？對，婉柔，客家小炒都這麼會噴嗎？是第1名的特別厲害，第1名的特別。舞動奇蹟啊！舞動奇蹟，全國冠軍嘅料理，2年唔是都點好一排最太起㗎，都是嚟到。他就該後背嘅東西係嘛㗎？後背。哎呦，變魔術啊！垂頭籤呐，垂頭籤，俺哋我先炒，俺哋油蔥啦，哈，所以俺哋做法唔錯，而且油蔥炒，油蔥俺哋要煸好嘅，俺哋係生嘅，俺係加個香味，但它適合只有加個香味冇中央，你啊煸到了，你啊看得出來哈，有看得出嗎？有，你就要煸到了，唔好就煸落去會香。誒，剛剛唔是講個李鐵？唔豆腐乾會著油啊？唔係，第一個全部乾會著油，譬如安尼樣，啲啲啲，等下爆彈做得。其實用料運動講誒，我覺得前輩哦，我老給切到 Q 紅嘅，也沒有花咁多時間。我除咗等下大家做啲試看哦，謝玲姐厲害嘅素材係度佢做料呢個靈魂，正經冇強弱，就嗰類胡椒粉嘛。他們有中藥的那種嗎？這個才是雪玲姐嘅靈魂。哎，靈魂，她的靈魂就是胡椒粉。兩係靈魂嘛？兩係靈魂。有錯，靈魂啊！咩靈魂哦？靈魂，靈魂啊！啱啊！米酒，米酒一啲啲咧，
家炒嘅炒肉，冇冰水，你係冰米酒，係要就好咧。因为佢個米酒會揮發掉，咁會變甜梅啦。形狀吼都冇上到解嘅。哦，唔怕唔怕，包粽嘅啊，要把佢全部都種好哦。好咧，包粽嗰個料吼，聽說哦又梅啦吼，嘿，又香又香又，哇，很香哦。吃夾食咧吼，吃夾食，吃夾食開動了，好來食咯。哇，切雞大粽葉，嘿，還有個後背嘅東西係嘛嘅？黑白，哎呦，變魔術啊！這個咩有冇掉出來？好嘅牙咩？哎，這個好像愛寫書之後，愛阿婆吼都會這樣綁着我脖子，這樣讓我繞圈圈。快翻腳啦！阿婆，哇，你係一口粽呢吼？你還會變到做蛋糕嘛？一口粽，可愛哈！哎，用英文包粽的嗎？沒有。哎，姐姐來，好的，好的，來，讓你血池一下，用下給，用下，像大師姐玲姐坐在本坐在，姐姐一個一個來哦。你啊攞翻嚟冇炒過，係要煸一啲啲香油落去，煸油香油老虎椒粉嗰樣，有一啲啲鹹鹹。啊，謝玲姐，喲，你做啲教育下觀眾朋友講吼，包粽都要買技巧嗎？你啊先咧，我要角頭啊，掉出來，冇上下段啊，冇安尼肥肥啊，嘿，肥肥就唔長一隻粽莧咧。我哋用嚟做啲麼？用莧哈。對，來，一隻粽咧，莧安尼研好來，研好來，我轉上，然後鉗落去，記住平平咧，嚇，平平又莧。我哋兩隻鉗蛋，兩隻薯鉗蛋，我將啲研落去，然後就安尼抹下來。安尼抹下就一隻莧咧當醬。哦，唔冇長蔥蓋，唔撻粽咧長蔥蓋，唔醬，唔冇撻長莧，粽咧鬆鬆，唔冇長莧。嘿，那爆退之後啊，香港打工那魚碎嗎？哦，你係蒸一下半機，冇蒸一下半，等下唔會變形。哎呦，你乜嘅？香架，一條扁下落。你係咩價過來嘅書姐大女啊？咩啦？你人行家看呢路價，你下買唔到誒，買唔到誒。一下都幾唔檢行買係紅色嘅，係紅色塑膠嘅，唔咩呀？竹嘅，應該做得了，我準備一下有定型嘅，我做得幾佢嚟。哦，啊師傅，豆腐蝦嘅書之後，差唔多係蒸幾久啊？也蒸又也尾又變色，就做得嚟啦。去搞不卡炒，煮香家按嚟做法，轉去做一樣表，唔是按緊張。日煮肉滾水燙過，油滾水燙過，豆腐乾滾水燙過。豆腐乾做乜嘅要燙過？因為唔一條一條豆腐乾係上去邊會團體。燙過嘅豆腐乾唔會團體。你炒家下成木煮下食。明年客家小炒比賽已經考到第四三。你安尼有一啲啲咧上色咧，我做來揭開來，揭開來。哇！漂亮，看到都你一睇色度好係一條嘅哦。對我都講啦。而且啲豆邊咩要哦？呢個我想散盤。你梗係兩條。整個好呀，嘅糯米感覺要行較緊條。哦，緊條。有發光哦。對，安樣最好呀。嘿，安尼就好咧。拜盤啦，拜盤。哇，看起來好豐盛。好，換睇下看啊。完成全國第一名嘅客家炒肉粽嘅，安樣就好食咯。全國冠軍嘅料理，你下面唔是都點好一排隊，太自家都試嚟到。係啊，因為呢，因為啱好嘅事情今年開始唔是團體目，咩唔是猜拳，兩組都試嚟到。你係全心月桂最好嘅事情呢。但唔多女生唔多哦，因為我哋有體重限制。哦，幾公斤以下的？你就我以下。好啦，大家都食看吼冠軍做嘅料理哦。耶！哇！好吃的感覺。其實你講吼，粽兒算係大家吼平常時食得多嘅東西，我冇食過
哈嘎炒牛嘅种了吧哈？大家来吃吃看哦。俩俩分明哈。粒粒分明。哦。 哦，叫做講緊雞下體積好吼，蛋強血盤哦，哦喲雞質量嘅哦，太棒了，很好食的，我要等 Q， 小妹姐知道咧？哎，懂好食，料香料啦，味都懂度吼，哎，好食到你想唱歌誒哈，已經不唱出來，哦，好食，好食哦，覺得出來吼，真嘅係要白刀吼。 又白狗又正常，啊，咱出去到嘞，分享，而且好简单哦，感觉很快，很简单是不是？我们那个重新摆一份给婉柔做做看，回家练习看看。走的，真嘅唔會挑難呐哈。啊，有吃過這樣的哈嘎炒牛嘅種了嗎？第一名那有可能常吃到啊。還有嘴動添呢。啊，鳳哥你知道？依家炒緊要層層嘅分明，做的是到每一種該梅頭，炒到凍哦。 甜一樣，哎，我可以續碗嗎？可以啊，你不是在減糖嗎？還可以吃這個啊？做咧控制嘅，料做對啦，做對啦。阿明就今天起到咧。不過呢，我真見我講，你看根本呢咧，阿些人家完全冇空鋪嘅哦，全部按用高本太切㗎，大家都冇卡到咗來做看呐。不過呢，第一名還係有佢冇辦法推理嘅素材，係啦。阿些人家對下個料理嘅嗰種心，就係講人家講一個靈魂嘅素材，佢吼。 佢一生人都會做料理，他是熱愛做這件事。佢特別做料理嘅時候，佢就懂歡喜。我覺得這就是料理最想念嘅素材。不過呢，根本呢大家都識到嘅呀，全國第一名嘅上星睇起來三馬應該變到很較厲嘅吼。第下呢馬上來進行最杯米外挑戰，睇起來加油嘍！百變料理網。 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亞冠唔但淨係比面試，咪愛比創意哦。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一家之主，你誰來上菜了？好，接下來亞冠呢比嘅唔但淨係人嘅廚藝，還加最重要嘅係要比人嘅創意咯。嘿，三下來後，等下打開咧本大家看一下，倆一罐吼，sü天嘅食材我用倆我嚟做料理哦。好，打開咧本大家看。乜鬼啊？發飯，嘅真好食咧！哎。 狗年噶哈，哎呀，狗年狗節挺好吃的。哎，不卡用剪呢？你們家裡應該都是你用剪的吧？我講真嘅呢，除了看到我 po 文之外，真經動手。真經，你不卡會用剪的嗎？喂，因為佢也有客家粉呢。哦，剪是哪裡學的？真經，然後是。啊，鳳哥，你怎麼吃？你用慢學？我用看到我用慢做法，我做個鬆餅又要落去烤。哦，用開耶。啊，我們先不破梗。 因為呢度等下兩組哦，全有大家冇看過嘅做法咯。冇唔錯，因為呢有個法板，亦雖然用看起來誒已經做大槍式咧。係啊。不過呢，到底佢哋做啲法比嘅創意變出嘛，睇下想唔到評審有滿意嘅料理呢？嗬，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咯。 好了，厲害了！到底有個法板，這變化出乜嘅大家想唔到嘅料理呢？我倆組風吹帶來嘅係有異國風味嘅菜名係乜嘅？老聽我講，薩瓦迪卡法板。梗係講薩瓦迪卡法板，難怪主角嘅法板哦。3碗哦，吼，Andy 愛做4碗，讓你。冇啦，談看一下，因為今下講嘅係異國嘛。 Andy 做嘅係東西下部醒好學咯，我做嘅係乜嘅？法板快樂可樂餅，快樂餅，法板快樂哦，可樂餅，法板快樂，好學的哈，好像一個節日哦，也可以啊。快樂，哎，所以今天這樣子兩組哦，哎呦，冇用過法板做啲總愛用變法呢。可是呢，你就發現到兩組可以落係冇同樣嘅菜路咯，變起來了哈。 好，有信心嘛？好，因為自己拿出人嘅整本單標出來了哈。比賽馬上倒數3、2、1，搶開始！哦，開始，唔是比賽呢，開始做咧。法板啊，真係冇談過嘛嘅薩瓦迪卡法板，大家要做可樂餅誒，做得成嗎？做會上模啊？我看他們兩個會皺眉頭，我就你節目董少講。
做都最波羽毛的哦。係啊，你看啊，我看一下可以厨师幫我嗎？哎，沒有，沒有。哦。啊，你有沒有按到薩瓦迪卡啦？薩瓦迪卡，這是一個名詞啦，與眾不同啊。啊，豬腳點解冇看？薩瓦迪卡。哦。真的呀。他是我愛你的意思吧？不是啦，不是啦，謝謝吧，謝謝。嘿啦，你總比太貴嘞。但是沙拉黑。打牌，你看我讓我喺薩瓦迪卡度，不要，我不要。該款係乜嘅款啊？係個綜合粉。綜合粉，永和的旁邊嘛。我建議你要不要？你要時間亂猜，你直接做沙拉好了。你做快樂沙拉。打牌，你看我讓我喺薩瓦迪卡度，不要，我不要。哎，法辦你切做長條形呢？係啊，等下我拿法辦做乜嘅啊？他哋拿嚟炸。該款係乜嘅款啊？係個綜合粉。綜合粉，永和的旁邊嘛。中筋麵粉係嘛？對。終於有一個好笑，難得。又好小，正經又好小。問一下啦。因為按到泰國料理、泰式料理嘛，要買醬嗎？有泰國醬，還有王梨醬，酸酸甜甜的醬。哦。因為我唔是破過法版呐，啲東西都係破甜版呐。因為我提白本愛學食。哦。記得係馬鈴薯，係馬鈴薯啊嘛，嗬。係糖一點點。湯。哦，cái款係會加湯。加湯。一點點味道啊，較甜皮啊。等下cái款係撈法辦強下坡係嘛？係。你一群咪搶叫麼？你看下快樂餅。有啊，聲音。快樂餅。幫你餅。誒，看要幾多快樂？怎麼解我按到快樂餅啊？這個應該就是因為我哋選的啊，最好食，米拜做吼。一下拿放入嚟炒個營養葱嘅咧，所以咧唔好食洋葱吼，啱啱加好嚟最好食。啊，做餅嘅。加落去，佢看唔到，佢是會食落去咧。係啊係啊。就該香菜種種嘛吼，啊未做一餅香菜嘛，做得嘛。做得啦，做得啦。可是泰式還有一些少哦，也要限時間哦。有哦，沒有。我說過，你家頭前得到2份呀青菜哦。我建議你要不要？你要時間亂猜，你直接做沙拉好了。你做快樂沙拉，吃完牛就做的。沒做得可以吧？最好呀。我爸爸我不用到那一道。你干牛呢？做沙拉就會完成了薯泥沙拉。哎，姐姐，所以該地步就要幹嘛？要大家講一下。馬鈴薯，然後洋蔥、蠔醬，都是演的二十的安尼食材。記得有該下用嘅係綜合粉，啊，我們用的是乜嘅粉啊？麵包粉，還有那個麵粉。哦，等一下很外會強下，誒，每日 U 等一下會拿嚟鋪吼。佢梗係有過三關啦。卵外加湯哦，卵外加湯哦。婉柔，講真嘅，你都不可以做料理嗎？被我發現了，做到最後一次，我看穿你了。哎，我要看。你先食空間片好咧。好，放正。誒，變落去炸了，哇！哦，有加香菜，有加分哦。哎，眼實驗我的最愛耶。哎，凍香。你喜歡吃眼實驗嗎？凍好。真的嗎？那你可以生吃嗎？對嗎？可以啊，香菜可以生吃啊。哦。哇，講口感。沒有加錢哦，冇加錢哦。哎，我係轉啲好食香菜。啊，口感係乜㗎？凍菜啊。凍菜哦。自家種嚟係冇？醬菜係。係。啊，你會鋪橋啊？呀，應該冇乜嘅熟唔熟嘅問題啦。冇，本身就熟嘅呀。啊，其他嘅東西等下去做乜嘅啊？各位觀眾，厲害嚟嘅。厲害嚟咧！哦，呢個係炒嘅啊。一定要拌一下。要定興嘅嗬。不強勢風冇啊。而且可能有會 test。要氣泡嗎？要氣泡嗎？冇 test。哦，做對。很高，因為董陽平常沒有在炸東西喎，不敢靠那麼近。等下油溫差唔多160、170添嘛，哦。差唔多。所以啊，因為你攞去破時差唔多了嘛。等下要買醬嗎？還有醬嗎？有，咁乜解？美乃滋，那演的最好食咧。咁講呢啲嘅法辦咧？法辦都地都啊，你爆落去嘅啊？爆落去嘅啊？爆落去啊？啲地擺，其他細細嘅。啊，tomato 未要啊？ tomato 擺盤咧。擺盤。該溫度會強過嗎？
做。真的冇开到娘要煮诶。唔係，因為該啲未煮嘅東西全係熟嘅，除了個葱條嘛。冇啦，那個頭先講像間麵包粉，你家破嘅時陣，佢嘅溫度做咩調過？啊，因為溫度嘟好。係嘛？上廁所。其實哦，我係直接講就好咧。哦，好，按等佢好啦，我等先講解片咯。好。哇！哦，乜解？係啊。該種係乜解種？泰式的辣醬啊，還有嘎嘎，有泰式的是鳳梨，風水，還有對，鳳梨，這個是蔣鳳梨係嗎？這是那個裡面的鳳梨啊。哦，所以你要好咧落去攪攪啊，咁樣。哎，對，是的，好 ，OK，這樣可以嗎？你從白要啊，該鳳梨做咧剩下，鳳梨該甜味煮出來。哦，啊該蝦講我做乜解？蝦講係表面糖啊。唔可以落去強下。攪下有味道啦。哦，對，全部落去，全部下去。就剛才就是因為你冇攪落去。客家音講音舌。而家係上港村下落街話大轉移係嘛？啊，咩啊叫表的蛋糕。哦，要攪浸住梅啊。啊，時間差唔多啦，嗬。好。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試試看啦！哪一部卡張海麗嘅北邊料理網咧？好，馬上呢就來看到今日呢用一個法板編出來加上創意，我們這一組做嘅係乜嘅？係薩瓦迪卡法板，係薩瓦迪卡。你兩片做係快樂餅。好，先來試試看啦，風吹嘅部分。民主你要知道嗬，見到兩組嗬，全動厲害，看唔到法板呢。好吃。哦，又酸又甜。哦，泡到沒意思。這個火鍋法板不是只是脆，好 Q 哦。那就外脆啊內 Q。當中有一些種嘅日式嘅起白。日式哦。你知道啊？這大家真係有看到呢個節目哈，公演過去啊哈，當到法板嘅地話，都多得來編發哈，大家都來學下用當好啦。全天會打爽，那麼去拜破法板，特別是用錘嘅哈。啊！啲擺節目本來出安嘅題目啊，本來學習當好，有啲經驗。幾咩當用時咩都不看研發安樣嘅菜色啦，對不對？然後研發到差不多研發到11點，有心啦。一直在研發，想說要怎樣炸。真嘅好食，因為啲改編呢法板嘅口感，變做係 Q 嘅，我讓人家想不到，真嘅。講到安用型哦，今天好像有試過破鍋嘅法板嗎？炸過的？有啊，有試過，有試過啊？有啊。比較起來就蠻正常。用炸鐵油啦，我感覺要加一些馬鈴薯也就夠好食。哎呦，無肉味出來了喲。啊，反正吃到嘞。我也覺得用炸的比較有，然後加一點其他的比較清爽的口感，小朋友會比較喜歡。哦，好，啊，我們就要吃吃看這個快樂餅哦。哎呦，先莫剪，看，佢當背有笑容。全部係快快樂樂，好，開始剪。哦，昨天剪的哈。哦，你到你個小龍剪的咧。剛才最當背個小龍係馬沙發誒。是誰畫的？哦。慢點想出來啊！好吃。係哦。好食。誒，今天好食。弄成外賣賣日式料理嘅店咩？生意嘅攏幾好食。伊咧生意咧食到明年攏衝到咧食下味。知道樣板，防火色，有創意，特色，很有特色。哦，這是哈，對，好食。誒，真嘅好食咧。係。所以冇想到安尼，因為中央喺下嘅法板，變落去破過後，加口感咪冇完全改變。唔過呢，人家有加糖嘛，法板基本上係甜嘅。故說可樂餅有一個關鍵，它就是偏甜。你就按照這樣有嗰種米口啊。對。兩組看起來哦，全係做異國料理。呢度做嘅係泰國嘅，呢度做嘅係日式日本嘅，都有好有創意哦。好了，今早嘅時間到了，我來決定到底呢組長係你北邊料理網強詳情出來哦。謝玲姐唱分數。
本嘅最专业热粉嚟，咋个来看一下阿峰哥强本复苏。手类成功。这年纪7公平很讲看啦。其实一可乐饼啊哈，你今明日的发版冇面试冇出来，拿到，一年咧发版那来用安尼炸，食起来面试又冇同样咯，佢有加到嘅异国风味嘅面试食起来鹹酸甜，冇色咧，多层次，嘿，有层次感，一年完全食唔到发版嘅嘢。好，我攞風水嘅書都有看幾條啊！謝謝。哦，阿峰哥，你講一下你嘅想法係嘛？好，我冇本兩篇吼，呢條係三亞地卡話嘅發版哦，嘅主題是講你挑選你家做嘅醬汁處理啲飲到兩篇。哦，好。既然要做緊味頭，但要食到又緊味頭啦，是正差就咁樣咧。咩做到當有創嘅動力哦？我本兩篇嘅想法是講，去解破解可樂餅哦，是一大嘅關鍵。像我們這個破解可樂餅呢，意思就係講油溫調高，其實係固態，咁個去破到凍醬，嘅什麼都嘟好，是按用題，正差就按用題，用片都做到凍頭啦，希望咁。哦，原來係按用。哇！啊，今日呢兩關嘅挑戰其實呢都冇咁簡單哦，不過係拿出人嘅靈魂來，也拿出人嘅創意來，其實風吹佬南吹都表現到當好。今日嘅算係一個新竹市對戰一個足球哦，成績已經出來嘅。好，恭喜風吹得到1分，南吹得到3分。南吹就得到加財金3000塊。哇！恭喜恭喜！翡翠陶瓷不沾平煎锅。阿姐，我正經愛講哦，你節目錄到第3季咯，第一擺看到安泰嘅禮物。哎呀，安有福氣哦。那個好有福氣哦。好啦，先來談一下楊家嘅講一下心得。好，先來老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咗埋感想咯，團員們要強下。各位歡喜今日也機會來參加，安尼一家之主。佢叫我們講客話，啊唔過嚟啊，這個感覺大家都很鬼親切。講啊，你鬼自然，回去要檢討一下，母語還是要多說。還有一件事情啊，就是1個禮拜可以做到2天的主菜啦，哈，老弟啦，哈，多點，銀主景就興起嘛，係呀，本來就歸好主菜啊，有呀節目可以來，安尼發揮一下歸好，要歡喜。大家來玩遊，今天來參加有什麼感想嗎？覺得很開心，可以跟媽媽一起上節目煮菜。然後能吃到媽媽煮的菜，覺得很幸福。然後也知道對方也覺得很有創意的料理，真的大飽口福，謝謝。假設航班很有機會，很想我來嗎？對啊，以後也會那個，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來上節目煮菜。好，繼續講哦，節目錄影存證哦。恭喜恭喜！好，馬上來談一下金峰阿姊禮拜參加心得，大家講一下好嗎？今本日當歡喜去參加了一家之主我一生人第一擺就參加天使台一家之主，哇！即係當歡喜嘅，歡喜都終於衰唔得咧。今本日要先生本來當到經驗轉去按樣扮演反省按樣們改進，將做出很好食嘅東西，係啊。唔是反省啦，煮菜冇買聽過答案啊，有好吃嘛？係啊，你都夠溜啦。呢套冇窮樣咧，真嘅。恭喜，小妹子本人咯，佢我用創嘅呀，用講嘅做啫。我用講嘅，今日來的啊，以前是從冇創過嘅，你喺主持咧第一擺來的，你做嘅節目收益良多，當然要做一隻賢妻良母，多花費一些時間到了注釋方面對大家健康有幫助的收益良多，真的是懂讚。好啦，你嘅節目呢，一下變到懂勵志呢，你看看你過後呢，都上咗轉衣服卡，好好嘅拿下新嘅包嘅啊，好好來練一條。唔係講輕鬆式嘅菜式，讓自己嘅廚藝呢做得很加厲害的喂。係啊，全新嘅一季有很好多嘅變化，有很好多嘅挑戰，真經非常歡迎所有嘅福卡興強下來參加哦。冇唔錯，一家之主就會等等你強下來呀，特別分享也福卡好美食，一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拜拜。